这个学一下这个犹太人他们希伯来文的新年快乐怎么讲它叫做Shana Tova。跟你旁边人给他祝福Shana Tova。OK 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并不是新年快乐这个意思他们意思是愿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年就愿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年不是说新年像我们这个在说新年快乐 ，OK， 但也是非常棒的祝福，愿每一个人在这个新春的开始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年，有上帝丰盛的恩典同在。在我们开始信息之前，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一同聚集，让我们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我们来认识你，来明白你的心意，也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愿神你在此时此刻，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不受到任何的事物干扰，让我们专心一意，定睛在你的话语当中。也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提醒、鼓励以及安慰。愿神你赐福保守这段时间，让我们在你的信息，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再一次看见你与我们同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OK， 好，我们要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将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叫做生命的引导。在过去这个系列当中，我们有一起分享到要建立一个生命的根基，建立一个正确的根基。那我们也分享到要在与主连结，特别在上一次的分享里面有说到，耶稣交代了，那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藏在他里面的，求就得着。而跟他建立连结的，就如同是那个葡萄树跟葡萄树的枝子一样，是可以结实累累，结出丰盛的果实。那今天我们要接着在上一次的经文，我们就要继续来一起透过上帝的话语一起来分享。那当上帝的话语，我们要与它连结的时候，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那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如何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刚一起念的经文，特别是在第119篇的第105节。我想我们更熟悉的是和合本的经文，就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不同的版本的翻译也让我们看见有不同的意义跟解释。我们刚刚读的是你的话是引导我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但无论是哪一个版本，无论是刚刚我们读的或是熟悉的和合本，都提醒我们上帝的话是我们的灯，是我们的光，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而这整个诗篇119篇，事实上它非常的长，它总共有176节的经文。OK， 总共有176节的经文。那这每176个经文呢，176节的经文，它总共又有22段。那22段呢，每一段的开头又恰好是希伯来文的字母的开头。希伯来的字母有22个字母，那每一段22段的开头就是一个希伯来的字母，然后一直排列下来。所以在176节的经文当中，每8节就会成为一个段落，所以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整齐、非常工整的一个诗篇。但在这个诗篇看的是非常多的字句，然后非常长的一个段落，但是它一直围绕在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上帝的话语。虽然这个经文很长，176节，但它完全都围绕在一个主题当中，叫做上帝的话语。如果有机会，你从诗篇119篇你来阅读它，你从第1节看，它就会说：行为无可指责，谨守上主律法的人多么有福，听从上主命令，一心顺从他的多么有福。你就看到在诗篇119篇的一开始，这个诗人就这样子做出非常重要的宣告。而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105篇到112篇，也是其中的一个段落，是这个诗人他在生命的困境当中，在生命遇着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仍然相信上帝的话语成为他最重要的引导。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从诗篇119篇从头看到尾，你可以看到这个诗人用很多不同的词在描述所谓上帝的律法。他可能会说命令，他会说准则，他可能用律法，或用各式的方式在形容上帝的话语。而这整个诗篇也提醒我们，虽然是一个非常长的诗篇，但提醒我们，
我们要对上帝的话语要保持渴慕，保持敬畏的心。甚至在119篇里面，这个诗人甚至说他是非常的爱这个上帝的话语的，他是非常热爱上帝话语的。所以这个诗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对上帝的话语保持一个渴慕，而且是保持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透过诗篇119篇第105到112节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来思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特别透过上帝的话语如何帮助我们继续的向前。在继续分享之前，牧师先预告一下，就是在我们大家讲道结束，在这个礼拜，我们会有医治祷告的时间，所以在等下讲道结束后，我们也会一起唱诗歌，那会邀请，如果你有需要别人为你祷告、为别人服侍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站到台前。OK， 所以我们大家在讲道后，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服侍的一个程序。好，我们来看这个信息当中的第一个，让我们可以来一起分享的，就是上帝的话指明前方的道路，使脚步能够走在正道。第一个，让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的是神的话指明前路，使脚步能够走在正道。我们再次来看刚刚我们一起读过的经文，诗篇第119篇105到106节，他说：“你的话是导引我的灯，是我人生路上的光。我要持守严肃的诺言，遵行你公义的教导。”刚刚说到，我们以传统来讲，过年要到元宵节，就是15号才会整个结束。那我们知道，在元宵节也会有一个非常特别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提灯笼 ，OK， 提那个小灯笼。那关于提灯笼呢，有非常多不同的传说，非常多不同的由来。但其中有一个由来蛮有趣的，就是在古代，就是这些私塾要上课的时候，也是初一15他们要上课。那这些学生呢，他们就会提着这个空的灯笼，那他们就会走到老师的家中，老师就会帮他们点燃这个灯笼里面的蜡烛，然后象征说这是新的一年，有智慧，有亮光，在学习当中，他们可以有新的得着。那在这个经文当中，他也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他也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当然，在犹太人那个时期，他们没有提这个小提灯或提花灯的这种习惯。但是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他说：“导引我的灯”，或和合本说“脚前的灯”。在这个考古学呢，在挖掘以色列的这个中东当地，他们就挖掘出来什么叫做脚前的灯。在以前不像现在那么方便，有电灯、有电线杆，然后这个蛮明亮的。所以以前特别是夜晚要外出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一些灯光，有需要一些火，才有办法照亮他们要走的道路，才不会跌倒或者是走错地方。那圣经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这是这个他们犹太人他们以前那个时代，当他们要出门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出门，他们就会把这个脚前的灯绑在他的脚前。OK， 这个灯没有很大哦，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油灯，那他们就放在他们的脚前面，用一个绳子绑着。所以意思是说，当我脚踏出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脚前的灯帮我照亮我脚所走的每一步。OK， 这叫做脚前的灯。那什么是路上的光？我说脚前的灯，你在晚上嘛，你不可能在大白天点灯。晚上点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晚上会有月光。晚上的月光洒下来的时候，成为你可以照亮你的前面的东西，可以让你看到旁边的事物。所以这是经文在说，这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我们透过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人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特别而且是美好的生命的蓝图跟生命的计划。但实际上，更实际的是，上帝也带领我们脚步，我们面前所要经历的每一步，不仅是让我们好像只是看一个非常大的蓝图，或是看到哇，上帝有个美好的计划，更重要是让我们经历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有它的亮光，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可以看见上帝的同在。但是，若从刚刚的经文跟刚刚的图片，你就知道那个光，并没有办法照亮全部的道路。那个光没有办法照亮全部四周的黑暗，因为那个只是一个小小的油灯，就在你的脚上，你脚踏出一步，你才会照亮那个地方。所以，当我们人生在经历的时候，人生在不断的向前，
确实我们走的一步，慢慢的照亮，并不全然让我们看见所有事情的结果。有时候我们对未来会产生一些怀疑，特别是我们遇见一些挑战、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产生怀疑，会跟上帝说：“上帝啊，让我看见全部的答案。上帝啊，让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上帝啊，我不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啊，为什么是让我遇到这些事情？上帝，恳求你让我知道你背后你的这些运作的方式。但是，让我们学习不是先急着求全部的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习跟主说：主啊，在这一步脚前的灯，你要让我看见什么？我说那个脚前的灯不是你踏出去然后就全部就亮了。”而是你脚前，当你踏出去的时候，就亮在你的脚周围。所以，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跟神说：神啊，我遵行你的话语，我紧紧跟随你，但让我知道我在踏的这一步，你要让我看见什么。我们都会很着急，甚至我们很想知道说，到底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想知道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是这里的诗人告诉我们，不急这件事情，而是让我们知道脚前的灯，在这一步，神啊，你要让我看见什么？有时候，当我们要踏出人生的下一步，我们往往心中也已经预设了一些期待，甚至也预设了上帝的旨意，觉得我这样走，上帝就要赐福我；觉得我这样走，上帝就一定要帮助我；觉得我这么做，我一定会得到完全的保护。但是，往往当我们发觉我们这样走的时候，上帝好像没有照我们想的、期待的完成了，或是我们的期待落空了，我们可能就觉得上帝是不是没有应允我们？上帝是不是没有帮助我们？上帝是不是没有听见我的祷告？有时候，当我们要踏出人生下一步，我们可能已经预设好了，觉得我这一步踏出去就要全部都发光，我踏出这一步就全部都要看见。但是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觉得哇，没有啊？那是不是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上帝没有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活着不是靠着感觉而活而已。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绝对不是只凭着感觉，靠着我们的情绪，也不是随便找一些方法去定义说神如何做，或去定义说神在这件事情当中他背后的旨意是什么，而是当我们愿意亲近神，一步一个亮光，一步一个引导，一步看见一些上帝的同在，我们才更明白他要带领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我们仍然是凭着这些感觉，哇，上帝都没有赐福我，上帝都没有祝福我，都是别人得到祝福，都是别人比较好，我怎么走好像都是在那个黑暗当中。如果我们只是凭着感觉、凭着情绪、凭着自己的决断在决断神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很迷惑，甚至很迷惘，觉得上帝是不是就没有听见我？上帝是不是就不在了？诗人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不是一次让我们看见，但是在每走一步的时候，就慢慢让我们知道。在新约路加福音当中，当耶稣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定死在十字架，而他的跟随他的门徒们，事实上内心是非常多的疑惑，也非常大的伤心，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想象耶稣怎么钉在十字架了。甚至当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他们更大的冲击是：耶稣复活了，怎么可能？而是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有门徒他们要走向以马忤斯的道路，而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是非常忧伤的，也非常的疑惑，怎么会这样？耶稣悄悄的出现，但他们也没有发觉。而最后到那个晚餐的时刻，耶稣跟他们一起晚餐。当耶稣剥饼的时候，这两个门徒眼睛突然一亮，哇！刚刚跟我们一起走路，跟我们一起说话，不是耶稣吗？他们就彼此说，他在路上向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的燃烧着吗？这些门徒突然发觉了，哇！上帝的话是让他们的心是燃烧的，纵使他们那个时候还在疑惑，在失望当中，在难过当中，但他们内心仍然感受到他们的心是像火一样燃烧着的。我们知道灯让我们看见，但是光会产生能量，光会产生更大的能力。如果这些门徒一样，他们发觉哇，他们心像是点燃的，心是被火热的，心是渴望的。
于是他们赶快再跑回去耶路撒冷去找圣徒们说：“我们遇见复活的耶稣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生命的成长、生命人生的道路，特别是信仰的道路，不是因为我们走得远，不仅仅是我们走得远，而是我们愿意要走得对。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走得很远了，觉得哇，我好努力走了，我很认真走了，我很努力的在每一件事情我都很打拼。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因为我们走得远，而是我们愿意走在对的道路当中。纵使那个道路你可能只走一步，你只看到一点；纵使你可能走的那个道路，你可能觉得那个光只有照亮黑暗一点，但是你仍然愿意走在那个对的道路当中。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他也这么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绝不会在黑暗里走。”也就是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绝不会在黑暗里走。第二个，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坚固人心，在患难当中清楚方向。上帝的话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好使我们在患难、在艰难当中仍然清楚方向。接下来的经文这么说：“上主啊，我受的痛苦非常沉重，求你照你的应许赐给我新生命。上主啊，接纳我感谢的祷告，求你把你的命令教导我。上帝啊，我受的痛苦非常沉重，求你照应许赐给我新生命。”这个诗人他在非常痛苦危急的时候，他仍然宣告一件事情，就是神啊，求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他在集体痛苦、集体患难的当中，他只跟上帝求一件事，只宣告：神啊，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使他的心重新得力。他说：神啊，我非常痛苦，但求你照你的话语、你的应许给我新生命。这诗人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依靠神的人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但是在现实的生活环境当中，仍然是有很多艰难的时刻，很多失望的时刻，有很多跌倒的时刻。但是他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困苦的时候，是在上帝的话语里找答案，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找答案。这个诗人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找到出路，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找到答案。所以这个诗人才这么说：神啊，我非常大的痛苦，但是求你赐给我新的生命。神啊，求你接纳我感谢的祷告。台语讲：求你接受我的嘴欢喜献的娱乐。求你接纳我的嘴巴所献出欢喜快乐的赞美。我们读的现在中文译本是说：接纳我感谢的祷告。你说这个诗人在这么困苦当中，在患难当中，怎么还赞美？怎么还有娱乐？这不大合常理。怎么会在一个患难当中，然后还赞美神，然后大声娱乐，然后求上帝接受我欢喜的娱乐，感受接纳我感谢的祈祷？但是这个诗人他知道，越是在困难挑战当中，我们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这个诗人知道，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上帝反而就变成我们会怀疑的对象，上帝反而就变成是我们没有办法全然信靠的对象。诗人提醒我们在任何时刻要把神放在生命的中心。他知道相信神的人仍然会有痛苦，他知道相信神的人仍然会有挑战，但是他告诉我们，仍然用感谢、娱乐的祈祷去回应，感谢、赞美、欢呼的祷告去回应。若人用世界的方法找答案，若人用世界的语言去回应，那很容易我们就以自我为中心，很容易以自我为出发点，很容易为自我去看待这个世界周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诗人继续说：我的生命在危险之中，我没有忘记你的律法。邪恶的人设网罗要陷害我，我仍然没有违背你的命令。我的生命时刻在危险中，但我没有忘记你的律法。邪恶的人设网罗要陷害我，
我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看见这个诗人，他说我时刻都在危险当中，这个环境不断的变化，非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发生。但是在我的生命时刻在危险中，在原文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它指的意思是我的生命常常在我的手掌之中，意思就是我的生命常常在我的掌握里面。所以他说我的生命在危险，为什么危险？是因为我常常把我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常常把我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我手里，认为靠我自己就没有问题了，认为抓在我的手掌当中，我可以脱离一切的危险。所以这诗人不是说这个环境的危险，这个四周围的时代的变化的危险，他更也提醒我们，当我们的生命常常抓在我们的手掌当中，是一个非常危险困难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没有忘记上帝的律法，没有忘记上帝的话语的引导，在那个患难当中，在那个困苦当中，我们才能稳固我们内心当中的方向。我们知道真正的稳定不是环境的顺利，不是我抓了很多，不是我有了很多，不是我得到很多，那个叫环境的顺利，不是什么都照我的心愿而行，不是什么都要照我的方式来成就，这个叫做顺利的环境，这叫做真正的稳定。而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在不断的变化里面，在动摇里面，我们的内心仍然是有一个不动摇的方向。甚至说我的性命时刻遇到危险，但是我仍然不忘记你的话语。虽然有人要陷害我，虽然有人对我不利，虽然这个环境声音嘈杂，但是我仍然知道我在你的话语当中，在改变里面，内心仍然有不动摇的方向。在诗篇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诗人，他们写了很多不同的诗歌，有些是赞美神的，尊荣神的，称颂上帝美好的属性。但也有一些诗篇是在描述这些诗人他们生命遇到的困难、他们的苦情，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回应。在诗篇73篇，这是一个叫做亚萨写的诗篇。在诗篇73篇当中，他说：“上帝确实恩待以色列，善待心地清洁的人。”但这个诗人他继续说：“但是我几乎跌倒，我的脚险些滑倒，因为我嫉妒傲慢人的发达，见邪恶者兴旺就心怀不平。”如果你就会继续看这个诗篇，这个诗人亚萨他就说：“为什么是坏人发达？为什么是这些作恶多端的人，他们好像看起来比较平安？为什么好像是这些邪恶的人，他们比较蒙受祝福？我一个这么敬拜神的人，好像没有像他们一样。我一个这么敬拜神的人，好像没有得到丰盛的祝福。怎么都是那些坏人？怎么都看那些欺负的人？”他这么说：“我的脚险些滑倒，因为就是那些坏人啊，那些恶者，他们兴旺，他们在危难当中，但是好像要平顺的度过。反正是我一个信靠你的人，却一直遇到困难，一直在危难当中。”但是这个亚萨在不断的写诗篇，在不断的回应过程，他最后说了一件事，他说：“神啊，当我知道有一天我见你面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些恶者的结局。”他也说到，在诗篇73篇第22节，他说：“然而我仍然跟你在一起，虽然我好像险些滑倒，这些恶者，这些看似不好，那好像都得胜了，我好像一个跟随的人，好像都在困难当中。”但是这个亚萨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宣告，他说：“你不断的用手扶持我，你以你的律法，用你的话语劝告、辅导我、扶持我，最后接待我到你那里，得着真正的光荣。”诗篇73篇第24到25节就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没有是我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心肠虽然衰残，但是我的福分是在你那里的。”有时候我们也会认为，哇，都在困难、在挑战当中，别人过得较好，拢是我较衰，拢是那样得到祝福，我刚刚拢无。但是让我们知道，真正的顺利、真正的稳定，是在改变里面，仍然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找到一个不动摇的方向。所以在上次的信息分享当中，我们也看见耶稣这样告诉他的门徒：“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而我的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你们无论要什么，求就会得着。
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无论要什么求，就会得着。所以，透过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是上帝的话带给我们喜乐，在患难当中也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而且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永远的产业。上帝的话带来喜乐，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永远的产业。我们知道世上的成就有一天会失去，但真正的产业不在地上，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所以诗人说：“你的诫命是我永久的产业，是我心中的喜乐。我决意遵守你的法律，直到我生命的终结。我决意遵守你的话语，直到我生命气息结束的那一刻。你是我永久的产业。”我们知道，产业代表的是一种身份，产业代表的是一种归属，产业是一种身份的一种象征，是一个你属于哪里的非常重要的认同。我们知道，世上的产业它会转移，世上的产业它也会贬值，甚至世上的产业有一天它也会消失掉。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的产业不是拥有很多，而是知道自己是属于谁的。真正的产业不是我拥有好多，而是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知道你的身份，知道你的归属，知道你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你是谁。所以诗人说：“这是我心中的喜乐。”喜乐代表那是一个很久不改变的一个状态。当我们说快乐的时候，那个快乐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你可能在地上捡到100块，或者是今天有什么事情让你听到一个笑话，你觉得好开心，但是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但是真的喜乐是在你的内心当中是不改变的。他说：“你的话语是我的喜乐。”诗人说：“上帝的话语是我的喜乐，不改变的。在动摇当中，在困难当中，是我永远的产业。不是拥有很多，而是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属于神的。”这也让我们再一次学习非常重要的2个态度，就是我们要渴慕上帝的话语。我们要渴慕上帝的话语。我想在这几年当中，我们教会一直在推行要手抄圣经。从去年大概圣诞节的时候推行在抄路加福音，我们非常多弟兄姐妹又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抄写，也透过这样抄写去更认识上帝的话语，渴慕上帝的话语。我们教会也在不断的推行1年读经、2年读经，就是透过每一次亲近上帝的话，渴慕上帝的话去认识他。在新的学期，我们要开始申请奖学金。我们去年有做一个改变，就是特别在儿童主日学，让这样孩子们，他们不仅在学业上有成长、有学习，也透过他们抄写箴言，透过他们背诵金句，让他们也在内心对上帝的话有一个热切的渴慕。而第2个，也让我们学习，我们要活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绝对不会只记录在圣经当中，绝对不会只是这样北抓欧一的是下体丁名，那里跨掉的鬼啊，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这个诗人今天不断的提醒我们，你的话是我脚前灯，是我路上的光。我的生命时刻遇到危险，但是因着你的话，就使我得着新生命。活用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23节，他这么说：“你们已经重生，不是从那会朽坏的种子生的，而是从那不朽坏的种子，就是上帝活泼永恒的道所生的。你们已经重生，不是从那会朽坏的种子生的，而是从那不朽坏的种子，就是上帝活泼永恒，而且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平安美好的话语。让我们在新的1年当中，我们真的是紧紧跟随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特别明天开始要回到学校了，回到工作场所了，回到我们熟悉的环境当中，我们更要靠着上帝的话语，使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得胜有余，使我们在所处的环境当中，因着上帝的话语，使我们经历到他的丰盛，让我们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看见上帝话语的亮光，带给我们的力量，带给我们的安慰，让我们一生都在那个活泼、永恒、
喜乐、平安，而且是充满力量的上帝话语当中。愿上帝赐福我们，也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要预备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耶稣你医治》。我们要透过这个诗